车路顶头，若有车有一块所在，阁有这动物伫咧车路顶头行。昨暗9点外呢，有驾驶伫咧三峡的这个北大特区，看到民众伫车路顶头骑马。警方表示讲，这款行为已经违规啊，也若民众去检举是无效的，是爱警察在场才会当甲因开罚单。半暝伊坐车来，外口传怪声，抬头一个看，骏马落裤行，原来有人在骑马驶过。就是要散步这样骑经过，它也不是马场，就是自家的地基呀。那天我没有看过，都是晚上，早上出来啊，好像是在就是要遛马。车路变马路，13暗9点外，新北市三峡北大地区出现马在街仔路乱扫，警方调查，这是人饲的动物伴，也毋过甲骑上街仔路已经违法。未经许可在道路上骑马之行为，且有妨害交通之形式，已经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84条规定。虽然是明确违法，警方讲依法袂当罚，讲这款的违规无伫受理检举的范围内，爱原警伫现场才当处罚。毋过动物伴含车做伙伫街仔路行，依早发生过几啊届。对，赛跑，要去哪里？盗鸟伫台七边线省道拼命走。花莲有3只马伫街仔路向前冲，台中市杨桃伫街仔路乱扫，搁踮咧分隔岛食草。台北市是街仔半爬半走，还警员走去路中掠过。只要是放动物伴伫街仔路走撞，涉及妨害交通，互警方现场抓到，依法罚300到600以外，嘛可能涉犯动保法，上悬会罚15000块。万一若是发生意外，对家己对别人拢是伤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